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有对自助餐的卫生环境进行调查，伊也发现讲卫生观念是哪来当退步，真侪收钱的人过会去硬菜包便当，病菌可能就是安尼恶来恶去。建议政府就要推动电子支付加自助餐厅的分级。现代人定定食外口多样搁方便的自助餐是真侪人的选择。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今年2月到3月有对北中南部的自助餐厅做卫生习惯的调查，而且较旧年3月的调查结果来比拼，14公布结果，退步上侪项目是收银员接触食物。去年是有80%的比例哈，那么今年是65%。这次调查当中退步最多的项目就是这一项。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接触食物，都可能让消费者在间接当中会接触到病毒。专家表示，银票顶悬验会到的病毒细菌是800种。消基会烦恼讲，收银员若兼做其他工课，会去绑到食物，安尼唔让消费者可能破病，嘛可能无符合现主时的防疫规范。我觉得在做电子支付这一块，事实上政府应该积极的去推，因为这样子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看到最严重的一个问题。再来，其实自助餐的分级制，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自助餐厅的分级制，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鼓励业者往上的一个方式啊。我们给他一个分级，也许他达是 A 级，少了几项它是 B 级，然后如果待改善的话，它可能要 C 级。消基会表示，目前政府对这个议题也是无法则，提醒业者应该爱自律，至少要有挂手套甲接洗手的习惯。消费者嘛要注意，会使炸家己的碗碟啊，减少食外口的时间，避免人济时阵食餐厅，拢会使降低胃着病菌的风险。记者郭碧君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